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文碧珍，又到我的好好运动的时间咯。一下我的腾腾碧珍老师先来做运动。一开始我的来两只脚打开，好，同样的髋关节用按开来吸气，吸气，吐气，把你的身体往上带，等好，慢慢的不用松下来。好，吐气，再一次吸，做到等候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松我们整个背部的筋膜哈。好，来看哪个侧面哈，来一样，慢慢的下巴收，好，一节一节的，然后要等为背弄，然后到为腰骨，好，个思路也到位，慢慢的不用松下来。一面走一面调整呼吸，好，要的个膝头做的微弯，好，不用松，要的为膝盖，然后再慢慢的下来，第一摆先慢慢的再走，再松来，好，一节一节的调整呼吸，然后到我们的肩膀，整个身体，等好，好，做一摆，慢慢的吐气。一节一节，从要的背弄，从肩颈背弄，慢慢的到要的腰骨，一节一节的放松。我会知道要的背弄，要的为太脚臂后背，到小脚臂后背全部都会有一些很的感觉，好，就让它自己放松。来用技术，好，互相抱着。好，头点头，放松我们的头部，还有颈部的肌群。好，转头，一样调整呼吸。好，再不用松，慢慢的一节一节，从我们的背弄有个的地方，一节一节，再慢慢的起来，然后到肩膀。然后双手往上带，肚子数一下，再往后，等后，肩头再不用强松，今天我要的为暖身，就先做到到尾。暖身完，腾腾飞真来老师看下，再来继续做运动。接下来要带大家做的运动，还雕塑我们紧实的腹部。好，的为腹部肚脐以上叫上腹部，肚脐以下呢是大家动松脑筋的哈，我们的下腹部。好，今天就教大家怎么样消腹部。手都不卡，手的呢就都要腾腾向下走哦。好，一开始呢，要先教都不卡，按你手凳就都在做的运动哈。先躺下来，把你的背都贴好，尾椎收，好，一开始呢，你可以先把你的脚，我们先练肚脐以下，肚子下背耶，两只脚抬起来，好，一只脚轻轻的放回去，另外一只脚再放下来，好，肚子的地方用手去秒出口呢，好，肚脐以下只有一些的处理了哈，好，可以的话呢，的脚不要碰到地板，好，就悬空，好，上，上，等候哦，下，非常好。我会感觉都是有一些嘞双眼，就会感觉的在训练我们的下腹部哦。好，手等你们做的同样按你做哦哈，非常好。再来下，上。嘿，做的来法我们就交替咯，右脚，左脚，右脚，左脚，好，速度哦，不要太快，我们放慢速度，好，
好，还走得来吧，就慢慢的，好，这样你走，好，停住，好，再慢慢的往下，两只脚，好，强度哈会慢慢的增加，好，两只脚向下站起来，再慢慢的不碰地，啊，你相对来说就还好哈，好，走得来吧，重测。两只手去腾数，好，换边，2、1、2，然后两只手啊，腾腾安尼，好，做大腿伸直，带动我们这边的下腹部的训练，很好，好，再一个3摆。非常好，2摆，好1摆，还走得来吧？把我们的下腹，好上腹部再抬高一点点，离地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再给它松来。你这次的哦，连上腹跟下腹同时都在训练。不过不是安尼按松来啦，哈，还走得来吧？还轻好。不过呢，迄整件吼都是做卡安太窄诶，这动不了的。那我们就拉起来一点点，10公分就走得嘞。只有感觉，有多个训练，轻松腰诶，很吃到有感觉。哦，这样就在发抖了哈。哦，走太了，等下的再来一次，用你的手肘，哈，按你长凳，好，把我们的脚。伸直，2，非常好，伸直，哦，就感觉下腹热热的，哇，好有感觉哦，加油，调整呼吸，好，动简单的动作，一面看电视，一面听闭着老师按你走，哦，你的腹部哈就会慢慢消脂哦，哈，好。走太啦，一听到嘎嘎，来拉筋，好，来双手放在你的肩膀旁边，好，正下方，好，慢慢的把我们的身体撑起来，我们的屁股要放轻松，好，要的是我不用强松，肩膀、肩头没不用强松，好，让我们感觉整个背、整个腹部。被延展放松开来，啊，你等候哦，哈，呀，还踢一掌，好，接下来还要的搞诶，哈，还要的用，还要的波速 Q 诶，好，在上面我们也可以训练，好，波速 Q 呢，还要差不多就师傅按你抽一班，好，好。那我们一样呢，我们先来练肚脐以上的上腹部。好，你去感觉一下哎，好，你光是这样坐着，好，你的重心在上面，好，用技术摊数，然后给俯蹬，下巴跟胸部一个拳头，很有控制的。你看我已经抖成这样了，好，慢慢的下来，所以不一定要拉幅度很高。呀哈，就都可以训练呢。等一下，很多等长收缩，就是我们在同样的肌肉的长度，怎样的同样的角度，它就在训练。哈，按你停顿，有没有有训练的效果了哈？肚脐以上的上腹，它可以的话再上来一点点。好，如果真的不行，我们就这样平的，按你没有刚搞，调整呼吸。好。如果呢，我们要再加一点点腹横肌，好，就是左边、右边，我会感觉虽然黑暗的平平哦，好，但是往侧边，哇，没有感觉你的腹部，哈，腹横肌也在训练，哈，往两个头拿，好，轻冲腰，练得莫吃到。也可以降紧到个上摇，安尼发做嘿，也可以动作做唔错嘅哈。一定要记得了，嘿，我们的整个腹肌在训练，嘿，你吃到哦，安尼不行，那我们屁股坐上来一点点，
好，那这样子慢慢练，抽起来，好，慢慢的一节一节，在发抖的那个地方停住，然后再上来，好，去感觉一下你的肚脐，在下去的时候就已经在发抖了，很好，然后再慢慢起来，好，加上想象力，哎呀，不用缩的，慢慢的不用。不过也肩头不用轻松哦，然后拉起来，哇，同好，这种要的都要攀爬用诶，好，然后慢慢的哇起来，然后再慢慢的下来，好，拉绳子，非常好，好，速度要控制哦，尤其下去的时候，停头一下，好起，好压，要的吃靠内。往右边拉过去，再往右，我们右手往我们的左脚，好，很好，拉出去。周的雷发呢，不用动我们的耳朵，加油哦，出去，哇，非常好，好，这个是我们侧腹旋转肌群，好，很感很高。哇，帅哥美女，你一转身，很矮吗？对，这腰就比较不会闪到，非常好。侧面上来吐气，非常好，慢慢下去，对，很好哦，加油！好，整个侧面，好，你的核心都有在训练，做到懂后哦，好。刚刚上腹做完之后，我们在波速球上面做我们的下腹部，用肌肉，好，一样脚撑起来，好，要较轻松啊哈。这同手都等内当狗胸用哈，右脚、左脚，非常好。好，要还没胸用都会练到，就会下腹部的肌群。好，要消下腹，就平常啊，都天使前面安尼坐等啊，安尼加送要的通走，你就会不是堆积脂肪，而是消脂肪哦哈，加油！做到等候，调整呼吸。好，这个是消腹部来通走。好，黑周的雷发，我们还可以往左边，往右边，屁股往右边，往左边，安尼带动，安尼训练，各位师傅，不过要坐稳了哟哈，调整呼吸，非常好哦，好，今天练到动我们的腹部哈，那做太了，爱牢记做。拉筋的动作，好，拉筋用拉筋呢，你就趴下来，身体不用强松，利用技术，长度也给肩膀正下方，慢慢的往斜上方，肩膀放松，调整呼吸，感觉整个腹部，包含的上腹部。跟我们的下腹部都有延展到哦，非常好。吐气的时候，感觉被延展。好，的师傅会放轻松哦，非常好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的消腹部的动作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刚刚眼镜蛇伸展完之后，要来休困一下。